OK，so 今日咧嚟到呢度見到呢個單位咧，其實咧係一個好好嘅一個先天格局。所以呢個格局咧係好適合一啲創業階段啊，或者係做生意要蒸蒸日上，佢係要仲係持續發展，不斷提高佢事業嘅高度嘅一個風水格局。即係話你住喺度，你嘅創業啊，或者你嘅事業啊，可以更加之進一步嘅提升嘅。但係咧，咁呢個格局咧，佢有一個先天嘅條件嘅，就係呢一道門。咁佢就係呢道門咧，佢就唔可以改，因為佢呢道門同埋佢嘅屋企嘅坐向咧係有互相配合嘅。咁佢嘅樓梯正咧就係喺呢個正東方，係可以寓意住佢嘅事業咧平步青雲、步步高升嘅。所以如果你要買呢個單位，你可以注重向呢一個部分去做一個佈局。